分享迄个洪明老师影响，我教人包括头前迄个真正的空工课。我今日有发神拜，台湾另外这边因为本来想讲拢是外地来到遮，我想讲可能讲款物件啦，来还有做者可能是第一摆听阮演出来是演讲的这个频率，所以我当然嘛是照这个角度来讲。啊，我想唱歌，其他的行迄个另外讨论是讲来讲这个讲比较讲啦，就是咧讲作品啊，讲这个作品是安怎写出来，甲我甲完成关系，甲我作品小说两款心情相关系，啊，迄关系是甲我个人，甲我个人甲家己的意思，来讲家庭意思，啊，个这个分头的这个意思，安怎做一个创作作品，甲意思也做一个 balance 对吧？所以我也是来唱歌，来唱作品。我的作品其实是这个歌和文学小说做伙写。啊，我出来唱的一条歌，讲歌是歌啦，但是较是这个靠背空白，所以第一条来唱这个主头歌曲，自动讲起，懂吗？好，谢谢报。这样是我哋出来演奏，看开成上大，去做条路。把这里面聊我看，敢若袂误会。包括我来的是有大朋友，阮家台北用龟小镇，是风水产业的所在，夜光、罗汉、菩萨，水头嘛就是后夜，拢需要迄种的正是、雅是、高贵。他做做马背，然后呢，伊做我的随意。不行，我常常甲讲一下，对大狗生几针头，就是针头是正是时时，暗时针头是雅时，过年顺利，好惊是惊，但是好较济雅时和保护，都是真他主本身是不稳。这是我写的古风歌，写的灰小镇的歌，写的收的是古风歌。好像这条东西，我吉他就说刚才来的吉他手，吉他有小猪，一起骂回来。我准备我来到吉他。我和大家讨论一下，本身我嘛是那个教会，不是老教会。好，大家好。我个人教歌，我上尾吼，就是较做伙唱，无伊会伫台顶做代志做。我甲你讲，家己要讲物件。我唱这个歌，这是等于讲我讲这个故事内底上影响我一开始的想到的物件。所以后摆有讲这个，第一个讲这个舞，就是我细汉时看过的，讲是一个幻觉也好，还是讲是有鬼，还是讲是你有精神疾病啊，还是啥物？看一寡物件，我想要解说一下物件。我解的那种解方式解说嘛，所以我细汉时看到这个动物啊，是真正，伊声足杂的，扎实，像用蜡烛共款。做真诶袂假迄物件，到啥物程度？就是我迄时阵差不多老。阮兜是迄种，可能一楼迄种红厝遐迄种平房对啦。会晓就细细间开电火咱过一个3秒去开电。我细汉时就惊迄个公安的，
我讲细课的时阵，一定爱抱一个大毛巾，迄个时阵有迄个大毛巾，迄个细裤行过。我开的时阵，我有看阮迄个囡仔有一个置物架，我过去是迄个红色甲粉红色接隔迄种塑胶的置物架，旁边有坐就是迄个狗腿，就是迄个小互迄个迄个过生的人，回另外一个世界迄个地方的迄个狗腿，伊是穿迄个红仔衫，古早式的红仔衫。是红色的，面孔有迄个腮红，甲白迄个棕角，就这样。我个老岁嘛，伊坐时阵就甲我徛时阵都变怪。开电话时阵，迄个目睭就对着，搁对着。我是伊袂消息的，伊是迄电影内底迄个效果讲，伊个人会透过，袂透过，伊就甲人共款，但是袂当。我迄个时候可能就目会迄头壳还袂生好，我想讲我一定爱甲我大毛巾放伫迄个支架头顶，这样行过。行过时阵，甲发现讲，伊甲无共个世界共款，伊伫另外一个世界。所以后来我感觉伊目睭看物件，毋是我，虽一开始看到的是我目睭，但尾来愈行愈晚时阵，迄落目睭看我的。就是看另外一个世界，但是伊拢无消息啦，伊拢坐惊，我囥伫惊的时阵，即个电话伫遮，伊伫遮，我徛伫边仔，囥迄个大毛巾，我看伊的面吼，迄个毛细孔，都我耳边讲是假啊，就是佫袂透过，佫有迄个蜡烛的迄种质感，迄个蜡烛的感觉。我感觉我无就骗我家己讲，我看到物件是我无看到这个物件，就是佮看到嘛。看到以后我就讲，你解说这个物件。细汉时我就甲我讲，我换一支因为带去迄个收起迄种，本币收起迄阿婆，就迄个胡阿水。迄阿婆就讲，这可能叫微型线。我家己细汉时我毋知啦，较大汉我写物件要收这个代志时，我想讲。那是温馨，温馨是迄王爷使用的一环嘛。金龙就路应该较温馨性样，应该是无共款的物件。我想讲到底看的物件，哪解说是物件，哪解说我看的物件。若宗教是一种解说，到有法度对心理，比如讲我细汉是读美术的，对迄个空间都惊，迄个心理的状况我看起来。一个幻觉，还是讲精神的这个病，精神病，比如讲我有啥物思觉失调，我看一款物件，我可能会感觉有人甲我讲，有人讲话，看到啥物物件，但是我定系精神疾病，所以我本来感觉讲看到这个物件，但是无办法来解释，这是我创作内底一个做对嘛一个。一个手路，就是讲，我咧思考，呈现迄个无共款角度来解说这个物件，比如我创作内一直受这个物件。我迄个作品内底啊，就是伊是一个小说音乐做伙创作的一个形式，所以头仔迄个条有歌，头仔虽然我是口白啦，但是阮后壁面条是唱歌。迄个时阵会安尼做吼，其实是因为我本来是做歌，做歌是因为我迄个时阵做台湾，迄个时阵有啥物有迄个当地人摕到迄个诺贝尔学奖，诺贝尔文学奖，迄个时阵有感觉讲哇，我嘛想要做一张有本卡型的专辑，我迄个时阵是读迄个东华迄个华文系校文系。其实拢咧学现代文学，比如讲我内底有迄个杨翠老师吴明老师，拢咧做文学物件，所以我本科时是做即个文学，其实对高中开始就写物件，所以我想讲，艺人、当地人，美国的
民谣歌手嘛，会使摕到一个舞台奖，我做一个文学的这个学生，佫要写物件，我敢会使用文学来去写歌，一开始就安尼想尔，无想讲会做到偌复杂偌困难，做了了，然后我讲哦，做这问题，比如我家己的吉他弹到这么晚，我家己做歹的，对，就是有做者基本面的迄个技术的问题，爱去克服，爱去解决对啊。好，这是阮小说，佫有一个版本，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韩文的，一个是法文的。这个法文版哦，你看看下这个第三名啊，也分类上，另外几下子，迄个时阵法国人哦，我本地的一张，就是阮设计的这个图，就讲法国人袂理解这个在讲啥。伊讲法国人看到这吼，伊会感觉这是咧讲宗教的册，而且是甲佛教有关系的。就我感觉这完全毋是佛教，因为我家己有解过啦。伊毋是真正是神明还是啥物，就是阮照着去，落去因为故事关系内底有去解释一寡传统的物件。所以最后来讲，看到讲出版是，但是真足话讲毋是啥物事，就是自己尔。但是我个人袂理解这，因为看这个，我这是宗教的册，伊就袂去买。但是伊想要囥啥？伊法国人对台湾了解，就感觉伊是一个大的国家，对，爱有产品，有这个树啊，有这种落雨啊，做淡的啊，有一寡就是较古早的物件，有一个神秘感的物件，就对这点，伊讲内底嘛有讲到这个，我写到另外几下子，因为台湾出版社就无人敢安尼讲，不过我有人更没什么对有诶，处理了会伫法国人嘛毋惊嘛，就可能。我有做一件代志，我有歌有小说编曲，我有拍一个 MV， 拍 MV 佫是另外一件代志啊，就是阮对文字佫有声音音乐变做艺术，这是三项不共款的艺术的，应该讲爱去了解的，要做出来去了解不共款的技术的应用。所以我做这个 MV 时就是做困难的，嘛感觉真正做影像真正是做困难的代志。像最近迄个世纪血案嘛，世纪血案向每个扫荡嘛，我拍的时阵，做惊这样代志。所以我咧拍时，因为我讲语版是特别冲动，所以我咧做一寡，比如我拍林秀仪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佫有去问语版的机会，拜托伊帮我牵线，去牵线问迄个林秀仪的后台，最后真正找到伊后台一个，敢是上细汉的后生的查某孙，但是因对林秀仪已经做成分的，讲无啥物影响。迄时阵讲要拍是 OK， 迄时阵就照迄个伊当年的迄个沟通去拍这个MV。尾啊，旧年的时阵，因为其实因秀仪因的家族的后代，搁再来我等下会讲，真正拄到伊后代的时阵，哇，迄个看到因规个家族，迄个族谱，看出会是哇，咧做物件是，咧拍这物件是规个条件，迄个感觉实在是会起球落过我想要对文本家己讲，因为我写的册内底，甲歌内底，伊甲空间，甲家己空间是做关系的。这个关系吼，我会对电影，佫有记忆开始讲，记忆对我来讲是真重要代志。我写记忆的时间差不多是90年代到2000年出头迄时阵，迄时阵就是我差不多头仔讲迄个几啊个的时间嘛。
差不多大啦，会当倒偌济啊，差不多迄个时间，因为我把迄个囡仔时的迄个时阵的时间啊整理出来。但是我想这个代志，我咧想讲，因为我细汉时到即马，有当时我看一寡机构代志我就想讲要改善，所以我写册时阵嘛一直咧想这个代志。我想我细汉时看到遐物件吼，伊讲是贵也是啊，还是有其他的信用情况，我感觉对我来讲，伊变做是个记忆，迄个记忆是用台语写法做水的，就是用汉语来写的记词啦。我感觉这个字吼，敢若是甲记忆词、甲记忆维持相关。你经过的物件，你记到的代志，拢毋是肯定遐你就一关落来，你就来用到它对吧？你一定要甲维持。这个开了我像我几日咧写作品的时候，我一直咧想，我等下甲记忆对话。哇！比如什么态度，什么状况交换迄时阵的我，还是讲迄个时阵的环境，来去做一个对话。我先来讲，我大一阵头做回修针，华语做漳州村，伊伫中正大学的沙塔的下，所以我遐得了这个大学生诶，中央大学的大学生。我细汉时候做野狗，迄时我听拉拉车的时阵就会互狗仔用。我细汉时上讨厌就是对野狗。我遐内面吼，我都会我古人就是神农大帝。迄时阵有即个酸野树，我遐有真正的酸野树。细汉时就感觉遐个酸野树就是足大丛，伊变做一个就是饭坑对吧？靠袂到其他的，所以迄个热天的时阵吼，迄个我遐叫火烧针嘛，就是真爱热敢若烧起来吼。像我上喜欢去的所在就是去迄个山野树的迄个饭坑内底，做点靠袂到其他。内底佫有一件代志是，我常常绕跑，厝内吼，就是我爸仔母仔会冤家，其实。大汉看讲，本身家庭都冤家啦。细汉时我就是感觉冤家搞得烦的，我就绕跑。因为附近我住亲戚，朋友世界去大，所以我常常我无伫厝绕跑。这个代志我看到这个无同款物件，我有拄着做无同款，你讲是贵也好，还是讲犯罪也好，因为我无同款物件，无同款的所在，哇，有时阵会拄着。甲大个所在，迄个个人迄个环境完全无共，会人甲代志。就是我火烧针迄间庙咧，伊个庙是都安尼。倒面吼，头仔咧有做山野树的大坑迄个山野树就是规即个倒面遮尔，我倒来占一下，就行着我头，所以我倒倒面就边啊。头前即位吼，这是。我来讲，迄个时阵，离讲100个时阵，91岁啊，92岁伊外加差不多96过世，所以伊真年轻个啦。我即个代志是伫尾就是要过身的差不多前1个月，开始伊甲我讲的，较早发生过这种代志。较早我比如讲还未过身之前，还未破病之前。甲问吼，伊拢讲无想要讲，伊讲过去的代志足痛苦，无想要讲遮个。我尾也去问足侪官的也好嘛，讲朋友也好，反正讲其实台湾人足侪安尼状况，顶一回吼，无啥愿意讲伊过去发生啥代志。伊甲我即摆几啊好是上重要，但是我做想要知影呀，我想要知影你到底是安怎生活过来，想要我袂当遮这个所在是三块的恩病，这个代志就是，伊过身之前，伊有甲问，伊嘛会讲，迄时阵我拄好大学的时阵，伫南华读册时，我搁有修一门课，迄门课叫做口述历史，是迄个
金老师上课陈静静，迄个时阵我就爱做访谈，拄好甲我阿公变做作业报告，然后开始讲我就出去靠在边我就开始一直落去，所以我到即摆拢我阿公过身体是伊个口述的录音的动画，我即即摆看起来真正是好甲在我有做这物件是我毋知影，语言无嘛是啊，台语无嘛是，我阿公定讲我台语讲到讲无爱，我到时我感觉我台语无解好，我有一寡因外华语话，那个甘蔗会，我讲话你听无，我甘蔗会，这是我最近我倒去翕的一个标的一个状况，其实无啥变化，这个差不多是清德国的时阵，除了康熙年间迄时阵起，毋是这个款，因为拄着这个梅山迄个大地震时阵，遇到迄个地起，地起甲其实地震影响做一代志哦，尤其是这个嘉义、嘉义、云林迄个地区，有足侪变化，其实是因为地震关系。比如讲有一项是，因为较早有迄个小角落，我有看一个论文资料讲，像我台湾人，我也会愿意讲，就是咱了解小角，伊讲吼就是因为地震，迄时阵日本时代嘛，日本时代其实伊直咧说讲，咱卖大小角，咱爱互妇女，会使较自主了活动。但是安怎送吼，拢感觉足歹送，迄个观念足歹改变。伊讲，伊尾仔去研究讲实际尾仔的施工，有当互其他小角，我就拄着这梅山的大地震。梅山大地震的时阵，足侪有钱人，包括有迄个大小角的北护照、地信，所以尾仔这人讲就是当卖大小角。互人会当活动这样代志，是变做活落去一个重大的观点。所以解放小教，照迄个论文之后来看，伊个分析来看，其实就影响到观念。我头拄有讲一个四月二啦，4月2日是这个某某的生日啦，生日这就是我讲的办庙会，最近是吼，我出来咧写来是讲。伊做落地咧，敢夜市啊，然后最近去的什么去？变做啥物拢无啊？变做春节，春节的戏台啦，歌戏啦，唱歌啦，吼，就讲我是面看。我就讲，迄个庙什么，拢无爱，我请一个大来办一个较老的夜市啊，这个甲台湾的这个海台湾关系嘛。做这个城乡大学团体，比如讲这个征讨内底，拢无少年人，因为拢去都市做人困，也是做代志，农村内底就较少这个少年人，所以讲你若请开这个钱，这个社区拢无人，你就浪费钱，其实做务实，我看这是做生意用的，这条上面也变，我看册啦，我其实有看到一个神父的家庭，这个神父的家庭内底，原地内底，但是我感觉这有这个书写伦理的问题，所以我袂甲你讲是一项，但是迄个原地的内底，我现在讲一个文本，这是我其中的一张，我讲这张是因为。我咧想讲，要安怎理解，甲明白家己大个所在。因为我写故事的时候，写册时，第一个想的是讲，我要理解我家己是啥。我想爱火烧针，我想爱嘉义，我想爱台湾。我大个做来过去是啥物款的所在？较早有啥物款的变化到即摆？对于理解，第一个想我想讲，火烧针想要叫火烧针。我也发现讲台湾其实哪一个火烧针，比如讲我去云林啊，还是屏东嘛有火烧针，因为
我小想的故事，我就第一个去犯这个嘉义县的这个县治。是讲这个本庄吼，上早名就叫太平庄，到当时我的时阵，台北市就是戴潮村啊，作乱，庄人随着清朝官兵对抗台湾时，乱发大会修正，就外庄人拢是会修正，后来正名做土修。爱讲这个相传这个姓钟的这个先人来到嘉义吼，伊就去伫这个红寮艺术某当地去留监控某个。伊只佫有去着上跑步咧，梅山的大地人，就是主动倒去。还咧讲一个人，你若这个人，我写伊咧册内底，我发现较地区的发展，这个社会的发展，这个人问题，就是当时话。当时话，甲写个问题，我看到迄个包括办的迄个封面，迄个面环对啊厝，老家古厝，老家古厝是迄个刘龙武，因迄个时阵拢是。家己地区头啦，我是首富啦，我是上有钱啦，所以伊先看到陈思华起一间养老，刘永高我袂当输，我也起一间养老，但是无想到讲过世了后无偌久，伊养老就无人住，我也变做一个鬼仔厝，全台唔知鬼仔厝，若是照伊原本的原理吼，要拼迄个相克。其实几也是，叫做民风几啊重要，全台都知影嘛。想法起来都水，主要都维护得很好。我整个分头内底，我用伊做这个公共的空间，所以我使去遐开会啊、泡茶啊，有是讲，但是我分头就知影这是嘉义县县治内底记的，会做啥想法来的记录，但是我阿讲，我上册时我阿讲若是搁活的吼，应该是1802岁。我就问讲，为什么想叫回修针？这是跟讲，讲过去咱的针头吼，叫回修针，是客人发针。我遐讲台语嘛，所以我想过，我遐是客人发针，客家话。我说回修针是咱针头人用爱，较早有土匪到富平针头升级，当针头是来原高。提升也都有咱土匪请的，做讲吼，官府人家了无来，拍出派也毋知，但针头土匪烧去，以后对针头人叫人回收针。这个县市起来就无共嘛，有几个无共所在嘛，比如讲，如果讲用客人针嘛，如果这是客家庄，讲大部分就啥物，台北新啊、戴潮村，无可能来讲，我讲就讲土匪嘛。拢在下，县市的讲吼，真人随着清朝官兵对抗台湾嘛，讲我阿祖讲吼，官府人家了无来，我官府人做人干嘛嘛？这无共所在啊，不要去看，无共款所在，会想到想要来的，有款版本哦，比如讲，阮县嘉义县嘉义县是讲台北市，有的是讲刘爽文。有的是讲无，拢无共。迄一场可能差100人诶，迄差不多2个哦。所以讲到底是啥？工会啊，咧做啥代志？就是无共款讲法。无共款讲法，我毋是讲要啥对啥毋对，因为我毋是一个历史学家嘛，我是写小说的。我写出来题文，我毋是咧辩证历史的正本，我毋是讲啥对啥毋对，我是咧对遮。台人讲无同款所在，所以就看芳，所以就看芳讲，我这个针头用遮侪无同款的讲法，但是我玩家，我名看我生活的针头，我名看我生活的所在，迄就叫做讲我伫讲家己，我伫遐找着一个特别的物件，我伫遐找着一个历史条例，无法度互人辩证的物件。但是遮物件拢是，拢是有记录的，有人安尼讲。我否认的是伊讲法嘛，比如我讲的，嘛无一定是对的。但是我嘛是讲我老讲，你讲对的。我毋是做遐代志，我是理解伊的意思。我咧讲，
甲记忆对话，甲弟弟对话，要做这样代志。像我阿公阿嬷吼，小可甲少年时阵的相片，因像我两个人过生日啊，我阿公活到96岁，我阿嬷88岁。我是一个种，讲台语小可有点负面，就较强女性。足厉害啊！因为阮爸，阮爸迄辈吼，阿哥有来，阮爸是上细汉，所以就拼甲查甫出来嘛。听讲迄时阵，阮阿公佫有收养一寡砖头内底，可能一两个，生活较歹过的，迄种，我叫伊嘛是叫阿公，一两个，搞无干净。因为讲厝内底吼，这些人，无差真正低。我有奇怪，像我阿公，才甲趁钱，是到底做啥？我有印象时阵吼，咱厝诶是迄个柑仔店，想柑仔店才趁钱嘛，袂吧？无啥可能啊！我问我阿公讲，到底是啥物物件趁钱？伊讲无啊，较少年时阵就啥物拢做嘛，比如讲讲去卖菜。卖碗粿、卖面、甲咱剃头，佫有啥物进场，尾仔有买土地进场。你嘛是，嘛毋是讲总谈物件，我讲好啦，尾仔开柑仔店时阵，伊佫会讲伊去卖迄落干货，我想讲啥物干货？讲会去家人吼，去买一寡迄个拉米罗一寡。香烟一寡迄个酒拢是迄个，就是走私货啦。我哪晓得？但是因为这那时阵袂搞碰着，伊这说讲的时阵，我是已经伫咧病院迄种，尾仔是全部人听外语讲，较早拢伊拢袂讲嘛。伊讲欠钱了后，趁着钱了就买土地来进场。进材料就生活个问题啦。我讲，安尼合理嘛？我们笑啊，就我这个阿嬷的这个有穿的这个衫，这个形象哦，告诉过来讲，这差不多是我差不多8岁9岁迄个时阵，我迄时阵就开始落跑，就是我会去当我阿嬷因兜，阿嬷因兜。我妈是住伫迄个梅山的迄个山内底，中职大学的，你有叫中职大学？伊中职大学甲迄个三星国小，迄附近，所以伫这山内底，伊差不多是一个么字形的一个结构，中午一个店，中午一个大店，平常时可能会伫遐拍物件。无伫边仔遐佚佗，中秋的时阵含爸，过年的时阵了大饺。迄个所在我细汉时拢遐佚佗，我会记落一摆下晡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我伫迄个大厅咧佚佗，倒厝边有一个户外啦，较早是我查甫做大个所在，但是我无看到查甫做，因为伊伫我出生之前已经过世去啊。伊踮我佚佗时阵，我有看到迄个门骹口吼，坐椅啊，有坐一个阿伯，拄是乖样，坐了看到我佚佗，都差不多像我阿嬷这样尔，但是伊无穿较水啊，穿较素色的迄台湾衫，拄一个乖样看到我佚佗，哇奇怪，无像，那会使伫阮兜呢？拄个怪我佚佗，爱看我嘛看伊，我想我扫地下，我走去客厅，我阿嬷伫内底，我阿嬷正常。我问阿嬷讲，外口有一个阿婆，迄个阿婆是啥？咱倒是今日有人客来哦。我阿嬷讲，无啊。无人客来啊！我发现讲外口迄人，我阿嬷都快点
甲阮看着尔。啊，尾啊较大汉了，我看着迄个，阮兜诶新闻厅挂迄个，较早迄个中山的迄个相片嘛，啊，看着迄个查某做诶相片，哇，都是迄个面，对，真是伊就来看我佚佗，但你会感觉恐怖，你就感觉你看伊，伊看你，啊，无说，这是我细个时嘛是，做印象性诶代志。头先我讲有酸野树，这个酸野树啊，我尾啊去找伊个就是当时景，我想讲，最细汉一直行一条路，啊，毋知到底是什么时阵出现的吧？啊，我就开始去找资料。第一先看迄个，感觉是现实的资料，伊就讲这是日本时代前，就看较大口吼，看到遐其实嘛有酸野树，但是根本经过大了较近，所以无共。山头内底这条路是日本时代前，外口的较大条路吼是根本经过来较近的。啊，进这个酸野树，是哪海进这个酸野树？我也去找一寡资料，啊，有几个讲法，有一个讲法是讲，迄个时阵日本天皇坐位，应该是昭和天皇的时阵，爱讲咧庆祝这个日本天皇坐位，所以台湾人爱进不侪这种特大的新闻。啊，像咱真正是讲甲日本人统治台湾，迄个想象上面，日本人相对来讲较北面嘛，啊，伊感觉台湾是一个热带国家，热带岛屿，热带岛屿，啊，热带岛屿有啥物件？香蕉，啊，酸野牛奶，木瓜，保证这样物件，啊，都保证酸野树啊，奶鸡，甘蔗，甘蔗是我经济作物啊，啊，佫有啥物？佫有林荫。林荫佫有迄个椰子树，椰子树，啊，佫有即个酸野嘛是，啊，迄个时阵就是，往迄个时阵本着就真正酸野树，所以你若去西瓜无平原哦，你看这个针头，毋是种林荫，就种即个酸野树，啊，而且是一个路边啊，啊，迄个时阵就是有即个政策就对啊，啊。伊佫有一个功能是，迄个时阵的即个电影的进步，会使采收即个果实，来补贴电影的经济，这是较务实的层面。但是我佫有听一个讲法，啊，这个较先相传，较无成历史，但是伊做历史的想象的，你听着就讲哦，敢有道理哦，但是佫想想怪怪，比如讲，是哪迄个酸野树？因为日本迄时阵要战争啊，战争迄时阵美军的迄个空拍机会飞入起来，啊，真正的酸野树吼，伊咧运送军火的时阵，空拍机就翕袂着。你听起来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哇，足务实的，这用途真是赞的。但是你想一下，昭和天皇坐位的时阵，啊到地震的时候开始拍的时候，差不多无偌久嘛，可能十几天、20几天，但是这个酸野树要生较大丛哦，无啥可能啊！啊，生较大无啥可能就变做一个洞坑，啊，飞过就翕袂着。故事的代志吼，就是迄个时阵人讲，日本是个这个建筑吼，这个厝吼，而且是迄个进步的厝，足侪拢是起迄个迄个土黄色啊，还有大地色啊。我讲这个形式上面是像国防色，讲安尼讲用就是讲吼，日本的迄个飞机飞来炸时阵吼，较会混淆，较袂不容易被炸到对吧？啊，这个讲法嘛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嘛，但是你看遐个厝起的时间，就是正经还没开始拍，但是咱在预知未来，预知我10年后、20年后，我不正经啊，所以我先起一个大地色、国王色的厝，所以尾也有人去问迄个日本时代的，日本的迄个建筑师讲，日本你敢有这种国防色的讲法？
啊，你本来我奇怪，到底什么物啊？我阿爸来讲是，迄时阵国民政府来的一个文化部的一个部长，迄时阵应该是文建会，啊，伊发明的一个讲法，所以我也是变做有这个历史想象，会变做文本的一个诠释，但是我感觉无聊，我讲哇，这个讲法，我真个相信的，我真个相信的物件，都是爱去理解人想爱去相信迄物件。所以，我感觉感谢讲法 OK， 我感觉做水的，这是咧写小说的。好，讲钱啊代志，就是枕头啊，讲迄个枕头，头尾看人讲，你会使看到是一个为着一个主神，一个神明，啊开始去发展的一个枕头。所以，我一头想着吼，就是我往袂庙，啊，伊就开始。对外扩张的对吧？开始变做一个枕头，啊，伫枕头的边啊，然后危险的所在，定定，要来看一个枕头，若是拄着水啊，拄着啥较危险的所在，边啊定定，附近拢有一间庙，啊，就是拜年啊，啊，这个物件我最注意的就是，一方面是啊，可能真正，若照信用来讲，照民俗来讲，可能真正有啥物，啥物身份证、啥物信用物件。啊，但是啦，照咱较人类学、较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说的话，就是人伫大个所在、伫危险的所在，需要一个感觉在保护的物件存在伫遐，来保护大家生活。啊，这是人的这个需求就对啊。所以我那个就去庙那个水老妈，啊，其实这个信用是这做数学的，水老公嘛，水老妈。啊，就是说，迄个大众公大众信仰，就是精神信仰的对啊。啊，我迄个水老妈内底哦，常常做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明白，开明白。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，但是，你看迄个庙迄个严格，讲这个庙是安怎起来，啊就讲，就是可能，感觉是日本时代时阵，啊捡到即个。有一个骨头，头的骨头，啊，听讲是，敢头盖骨一款，有人讲嘛是即个下怀的所在，啊，无啥确定，但是确定查某的，想确定查某的，讲伊显形的时阵，显灵的时阵，救人，因为我遐是一个，有一个细细，我细条是这条皮仔，一个皮仔，啊，较早做出来就是。无这个水泥的这个桥的时阵，就是迄个竹架做的这个桥，啊，常常有人就会搬落去就是很过神奇啊！啊，这个故事是讲吼，这个那是原道。你后去庙的时候，我感觉在看每一间庙，尤其是这精神信仰的时阵，这个庙拢会唯一。像这个所在，这个地会变做神明的故事，啊，甲画出来，啊，又讲这是骂显灵救世人，救世人。就讲这个有一个母子的对吧？母仔囝，啊，就挂落去，啊，就会有冲起啊。哎，讲这个边仔这个庙就显灵有灵像，啊，边仔有这个地啊。讲，这是伊个作用的，啊，就交着迄个妈妈的迄个后壁衣领，啊，就救来。讲我救来时阵吼，交着的时阵，是一个查某人的手甲形影吼，甲丢掉的，所以伊就知影这是查某的。啊，无一个头干吼，应该这个时代应该做歹看到是查某的。好，但是呢，我这时赶快去拜拜。啊，这是上早一间细细仔的庙，啊，与阮兜的地庙吼，就是对比。啊，我细仔时拢爱去拜拜，我毋爱出来拜拜。我细仔时我咧看拜时，伊讲拜时阵，我真佚佗。啊，我感觉无聊，我想到底拜啥物件，我毋知拜啥物件。啊，我就问阮爸讲吼，啊，水老板吼，到底会啥？啊，伊是查甫的查某的。
我来看牌，这无用诶，可能发作坏啊，就要回答我对吧？就讲哦，只头发是查甫诶，我是查甫诶，我写册时我讲，这个代志说奇怪啊，我进一步咧想讲，我母啊嘛，感觉是查甫诶，伊知影家己咧拜相嘛，是讲伊到底知影伊拜啥物件啊？我就咧想讲，这嘛奥妙呢，就是伊若毋知家己咧拜啥物件，安尼心里才知影家己想。因若人不理解是阮母啊讲是查甫诶，安尼就在画物件拢画唔着。安尼啥讲是对诶，小母啊讲是对，是对画是对诶。我伫册内底吼，我就把陈老妈变做一个查甫诶，而且伊过来做啥代志？伊无想要开明白。我想讲，人把水老妈变做是一个人诶话，伊是一个水老师嘛，水老师互捡起来，互人开始拜变做神明。我想讲，我若是这个水老师，我应该是有厝嘛，我应该是一个来的所在嘛。我应该上想要做的应该是登关道，还是讲我去闹道台位倒台？我哪会8年了帮人开明白？我奇怪。我想讲，伊无得看，伊无想帮人开明白，就是这是一个受害问题，这是一个纪律问题。伊是做定啥的哦？伊庙内底是有做个迄个定啥，讲明白有迄个限定的即个商品内底。所以伊有时阵开明白时阵吼，真个几百做哦，迄个头啊，即个伊的即个图案，几百做。伊个会甲迄个有信度吼，会关钱，会关金牌。阮册内底讲有8面的金牌，尾仔吼。去年我搁咧算哦，超过8面，应该20多面。真正是有人得奖的对。得奖到个程度，这是伊尾仔身体的庙，偌大间，伊即摆是我上大间是庙，是互我办即个小庙，即个小庙较久的庙，这是尾仔信徒吼，有种关钱起的庙。你头仔看我讲的庙较大，这阴性的庙比这个正性的庙较大间。在正常环境，以前有种不济，这我介绍的话是，我去看这个庙啊，迄个新起的大庙，咱看庙时阵是记伊时阵弄迄个门神，为了水，我讲的是迄个两个门神，敢嘛是迄个嘛是古迹，都是来学个人去甲维护、去修理、去整理。我看这个庙无门神，迄时我拢毋知，迄时我想讲，庙无门神，我就去问迄个庙的主委，主委回答甲做自然的，讲这有啥物好解释的？这老爸是阴神嘛，阴神毋是正神嘛，就讲伊若是甲门神囥伫伊个庙内底，伊个厝内底，门神嘛是正神啊。所以伊就叫门神倒外口，我就等去厝咧。所以但是伊嘛是爱有一个区隔对吧？爱有一个内听跟外听的概念，所以就做一个分类。头先就是为这个老妈嘛，比如嘛是无定定会怪人，因为伊爱互人去讲明白、叫明白。所以这个分类呐，优惠就是来里，办来伊就是做自然的区隔出这个空间出来。虽然讲伊爱需要这个物件，因为伊爱互人讲明白。这是伊庙内底吼，就是特别你就在随时去讲明白。这是啥物？这是一个碗内底有这个香菇，伊就摕一个金纸甲抹后白。我后边就做者这条纹嘛，这个纹路，偏放一个迄个放大镜，
这个随时就是开始讲，开始开明白，随时开明白，看迄混迄变迄明白出来。我想讲，我讲不明白，我唔知到底是安怎证明的嘛。我应该去采访的时阵，拄好倒一个来去拜阿伯。你刚才这个生啥？我甲问我知影你生啥？这是东南部，甲个做数学的。这看起来嘛无像迄个热透，嘛无像什么运动菜，还是什么六合菜，迄个五色菜，我唔是嘛。所以我应该有来讲，是，都是地下湖畔啊。我细汉时有看到迄个朋友的迄阿公吼，就会敲电话去讲啥物，讲父母一三控诉，我想到底啥啦？不然来哦，因咧生地下湖畔，大家有看迄个神人之家，赶快里面用，迄个故事的完全里面用哦。迄个爸爸嘛是咧生地下湖畔，生啊负债嘛，迄个毒量就是就袂错嘞，就是咧生这个。我问伊阿伯讲，这个爸爸到底准无？就是不灵想无，一开始摇头。不对头，我唔知到底讲有定啊无定，可能有啦，可能讲嘛是多济，但是有牙齿嘛是有牙齿啦，应该是安尼啦。这时候小出来这个写讲吼，伊到底想要明白无？有头仔讲啊，伊若是一个查甫的，伊若是一个人的话，伊想要做代志是啥物？若是我照我头仔的想象。我就想讲的是，想要等你做所以我有写一段，这段是细汉时因为阮兜伫后对面，阮会暗时起来做人会，我们在想阮兜拢较惯是暗时做人会，我母来讲透早时我已经头烧做热，伊就做惯势暗时做人会，所以我定定暗时去低调做人会，无就是去去厂内底。做事，我嘛在想嘛，我感觉奇怪，其他人拢就是去做事嘛，但是有人真正是较凉啦。讲这个迄时我发做媒会，迄是一个我虚构的一个人，伊甲这个亚官，感觉是虚构的。我顶一摆有拄到一个教授，伊来叫讲民雄真正有亚官的信用，我随甲规落哦。非常虚构，你唔通写做真诶物件。伊就是变做是亚班的一个肉身就对啊，肉体作为人较贵，我会感觉伊是亚班的化身，会使求伊讲，我想要离开，我想要送啥，尤其是边缘这个代志，我实际讲是亚班的职能，也照顾这个较边缘的人。迄时就是。我细汉时做落去讲做落佚佗，迄时我母也带去治疗开讲，治疗做代志，我偏偏佚佗，但是我做烦的，所以无想要去遐，伊讲我买咧乱鸡，做落去老久的，对迄个庙咧拢过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就是无咧讲明白，无咧讲明白时阵，就是细囡仔暗嘛，甲迄个心灵形象的所在有会呀，迄个两个细他红色会，安尼。但是我当去看时阵，看到庙内底吼，有即个两支即个蜡烛红色的，但是边仔可能形象所在变做是一个苍灰色皮肤，无穿衫的一个中年人，一个查甫人，躯伫正手伫伊头顶。画过一个碗，搭伫个倒里，倒手洗好伊个较只平，插伫个正面个腰。迄时我讲阿母，老公是查甫个嘛，伊佫有好心人，一开始就收伫个翁仔内底。我就想讲，若是人，放伫个翁仔内底，爱做啥物款？伊无法度出个地嘛，一定是救个时阵，人安怎救？开始
我就想象讲是，可能伊个手、甲伊个骹吼拗一下，我来看。啊，看到这个，即个我看到真的很有头，因为若是照我会想象，我若是最后嘛，我上想要做代志是离开家，啊，所以伊求讲，会使互伊离开，伊想要返去厝诶。啊，伊求做袂会，但所内底的即个周美惠吼，伊无感觉家己是亚冠，所以怎做法？大家拢大人贵心，咁要求伊讲，一句一寡代志，一寡代志，啊伊感觉我大啊，或者是一个人尔，怎做法呢？啊伊就摕大开石头吼，大家即个我干，讲要搞坏，但是这还是吼。伊愈大就迄个求助会身躯，啊，迄个大腔就拍开啊，都出个底啊。所以周美惠无想要做这件代志，但颠倒讲，伊真正吼，迄个求助会我都离开的即个阵候嘛，身躯求开啊，伊会使离开伊个身躯。啊，这是我迄时阵咧写的时阵咧想的物件，就是安怎会心理。变做是有人来想象咱即个行为，咱行业历史的演变，也是会当大做伙。啊，我这写历史小说物件时阵，我定定咧做嘅代志，我袂去变做，也是改变讲伊历史后头发生的即个事件，伊的结局，我袂改变即个物件。啊，这是我处理历史上定定咧做嘅代志，尤其是。就是讲互人理解，因为遮个人、遮个代志，啊，我是真正发生过，遮伊个后代，我生活伫台湾，啊，遮记忆就是喙头顶定定咧讲嘛，我只是老啊，还袂死，就是开始造谣我只是老啊袂死，啊，遮记忆拢伫咧，所以我变做遮个历史事件，对来讲我是，我感觉有道理有对，啊，我感觉这嘛是一个上，上好的做法啦，所以我会保护伊的结局，啊，甲伊时间的即个进程的有法款的节点。好，啊，而且佫有半件代志，讲即个就必须劳动哦，是要看即方面的身躯挂着即个背面顶头，啊，身躯揪伫咧寡大个身躯内底，内面有即个上手较粗的即个红蜡针，会烧就是。头我讲伊起心了啊，伊讲啊，我不会明白，啊，这个人可能不大紧，啊，伊讲伊无对任何人不会真明白，但是伊逐工仔看到迄个较隐士的迄个客啊，啊，逐工住遐，啊，别人都明白，啊，我这也是人哦，应该是痛苦的代志，这是我去下笔的时阵，想象的即个。水阿嬷伊个形象，会感觉人啊进入水内底，真久会慢慢后恢复了解。啊，既然伊会无想别人看明白，但是受害的几率会让他中奖，所以目前来讲，这个新闻应该说他一个黑色幽默，所以伊会生下较讨喜。有一个幽默感，也黑色幽默感，我非常设定的基本，伊个形象上就是安尼。但是最难拍摄我的连拢带人笑，啊，什么我看到啥？但是我就赖山，啊赖山这个代志，甲我一直老好，这样也是有关系，因为赖山吼，头拄就讲阿嬷引导。我常常遐看一寡奇怪代志，迄个山内底啦，啊，册内底叫下骹站，啊，啥叫下骹站？伊感觉是一个，一直往下骹，啊，一直下坡，一直咧落行，伫个地形的结构，啊，愈下骹吼，就是我开始进市区啦，啊，进迄个碧水，啊，尾来都开始。乌迄个窟窿，啊有迄个地下水拢会浮出来，啊
啊内底佫有迄个看袂到，伊无目睭，啊规个拢透明迄个虾啊，还是鱼，伊迄个地下水放出来。我细汉时候掠迄个虾啊，生吃，咱食起来甜的，水老爸这条歌内底，我唱的这个歌，伊的旋律啊，伊的曲啊，我用一个物件是北管的这个新浦电动，啊，主要还是这，因为新浦电动，我查资料，啊，迄个老师有讲新浦电动，北管在 A 语啦，叫老单语，啊，老单语内底伊讲这个新浦电动啊，伊是咧鱼啊鱼中间吼过年，啊是讲，若是有迄个坐船的时阵，啊伊的对岸可能是新浦电动，啊所以就讲坐船甲水有关系，啊我就用伊的新浦电动这个曲吼来谱水老爸这条歌，所以我摕个北管的曲来改，啊这是北管的乐谱，但是毋是新浦电动，这是第三种，伊甲咱即摆实在这种西方的乐器吼，我主要是无共物件。比如咱新浦电动我念的，讲这是流光舞，流光车，这是爱填一个意思。啊，伊这是这样点嘛，一个圆，啊较是片，但是半分条，是半条，所以一拍嘛，就是一个点，啊个一个那一个，就是一拍的意思。所以，比如讲相车公牛车相树，相车相依五牛五车相依树。好，这是伊两段。我咧学的时候是痛苦的，所以我不他这么歪，但是我还是写 CD 业务局嘛，这是 CD 业务局啊，网上没有卖你啊。内山吼，我可能无哪时间，我甲高调有没有？高调我个时间真好，我就搞懂。这就是台湾讲内山，啊，头我讲是个埕嘛，就是埕，啊，这个埕就是这个屁股啊下去的所在，就是头我讲我看到查某做坐伫遐迄个所在，啊，这是过年时阵，啊，过年时阵就是讲把这种姑娘啦、姑啦，啊，表哥啦，伫遐。啊，从哪呢去调调，啊，现在是讲诶，坐迄个大汉边啊，可能不是大汉，或是啊，可能帮去买物件啦，还是倒酒啦，摕食物件，啊，惊什么时阵都会食啊，我讲会啊有好处嘛，有一个好处是比如讲阮爸边啊，就是坐阮爸边就会坐。别人囡仔，啊，食就好食，但是互对方的小孩食嘛，较袂生好气，但可能嘛是有伊在那边多的，我，啊，伫这个时候我看是这样，比如头人啊，头讲看的话，哇，差不多，啊，这个所在哦，我望看有较奇怪，这个大厅，这是伊的上边啊，上边啊。啊，你讲的意思是，这个树仔在后壁是一个路加一个坎对吧？是个小悬崖。啊，我会对它搭一寡粪扫，迄是无啥物环保方面嘛。我有机的我搭对吧？啊，其他那是粪扫。啊，迄是人我就行落去啊，迄就是一个坎，落落去。啊，伫这个所在吼。我记是差不多10岁还11岁，啊，中秋的时候，我们伫这个大个汉嘛，这个所在都无人会，啊，阮迄个查甫的吼，小男生，查甫囡仔就会，靠这无人会就来放尿，啊，我就去拜我来才放尿，啊，就徛伫遮，差不多至少小表弟，徛伫这个所在。
来放尿。啊，我看到迄个树仔甲树仔，树叶甲树叶中间吼，我有看到一个洞，红色的洞。啊，我对下骹看吼，有迄个皱褶，有条纹，敢若百褶裙迄种皱褶。我下骹看，看到一个绣花鞋，红色的绣花鞋，啊，配中啊，配的这中，毋是徛的，就配啊。我想讲，哇，对下骹无啥着，就是即嘛是贵，啊，其他一只，安尼也身躯个一只，头一只，你个超过200公分哦。但是我叫伊放落去啊，我就放，我就叫放了，我看大头发开。但是我想都袂讲，我想讲应该无人会相信。过来种，就种超过200公分，看到物件，对啊，抓一出了后，开始做一寡家唱会的时阵，就有一寡歌迷回馈讲，伊嘛有看到，敢小像物件。比如讲我听过一个歌迷甲我分享讲，是澳洲啊，本来敢移去澳洲，伊讲做细汉时阵，就常常伫国外伫澳洲啊，所以伊倒来台湾时阵是阿公过身去，伊讲伫澳洲较无迄种台湾式迄种葬礼对，所以讲伊看到阿公葬礼时阵，感大家水，就是因为迄个葬礼迄个相片，敢有可能会拢有做骨头塔。还有做地方的路嘛，大家水，就压力看一看，我看就甲伊迄个搁出来先用看到迄个阿公，迄个相片的边遐就通常拢拜拜，就是刀啊，讲看到刀啊边徛一个洞起来，嘛超过2公尺，穿迄个古早式的迄个。刚搬去的衫对啊，较是迄种，毋知是唱歌戏，讲做成唱歌戏迄种衫，徛伫边徛伫讲迄个相片边就讲哇，大家水，现在是看衫是水的，伊本来去等伊引导的，对家讲无人看到，甲伊看到共款物件，伊敢知影迄是，敢若毋是。但是也是对台湾战有影响的做水，这颜色，这是头路讲，伊是用黑卡林的结构，这是什么说呢？这是用这台教书的宿舍，看起来就是迄什么水水这都有的，这是啥所在？这其实是厝边哦，这是阮阿嬷因遐搁有饲猪。这是低调的厝底，拢发走啊，所以看袂出这厝底。但是我拢伫安尼环境咧大，就拢了解到，拢是无电火哦，这暗时拢是无电火。我无知，可能阮母啊，惯是做事的时间可能有遗传，我惯是暗时做难过。但是我感觉伊尾也无对方面。有一寡白天菜，无使当行拢爱拄拐行，即摆行。但是迄时阵讲，伊嘛是想要是一寡猪仔，伊感觉遐咧较活落去的意义，无伊无做代志，无饲物件，伊感觉做成废人。我迄就是活伫个世界上无啥物意义，所以嘛想要饲猪，但是我就人，就变做我遮囡仔人饲。无饲无几只啦，但是暗时的时候去饲的时候，阮迄时阵饲的时候一工饲2摆，可能中昼1摆，暗时1摆，是可能7、8点到9点无定，就看食饱1摆后就会过饲猪。差不多十几种只尔，这个10分钟15分钟饲了。迄时阵因为无法度，伊无法度再分。处理，我再分，就是讲饲了，
是饲了伤焦，伫遐伤焦就爱搁会啉水，迄想落定定去一个代志，拢无电话嘛，你看这拢是发草啊，拢是藤蔓啊，拢是迄个蜘蛛丝啊，阮饲鱼的时候，阮先甲迄饲了，互伊食了放水，放水迄个猪槽吼，煮草，就是我着会摕电话去照迄个水，按怎流回去，我着对迄个水咧去行。有一摆我饲了我放水，对迄个水咧行，行到迄个猪槽的迄个上尾啊，就是会掉。去做南部落打鱼了，因为迄个是足下，而且我有迄个铁的迄个栏杆，是南部落打鱼，骹咧打鱼嘛有带困难。然后行到迄个猪槽上尾啊时，我有看到猪槽内底有一箱，无穿鞋的骹，徛内底，有照着，然后我就无。没有继续往上照，或者我离开，接下来离开是谁？就是我就是细汉时阵就安尼发现大汉，你嘛袂甲我讲有啥物无爽快啊，嘛袂啥物可能发烧，向啥物开始吐，若是向刷掉啥嘛无，因为感觉伊就假生活，我大部分我看物件是安尼。冇可能就是精神疾病这种忍受，这个代志我写伫个册内底啊，慢慢看就是我奇怪。这个袂透伫外口，啥物外口？因为这个所在是较早起嘛，较早起的时候，因较早的惯势就是甲变种去伫外口，去伫外口，有两间，这个是较新的。其实就是一个大这个剔除的这个土牛名啦，我当年大点剔除。你影知影吼？这是嘛是较早饲鱼的，较早饲鱼是较济，因为伊爱饲鱼的花啊，这是用猪肉甲迄个拄出世的迄个较圆仔的迄个猪仔，那大所在，所以较厝较挖较紧，较好方便照顾。这时阵吼，拢是伊无饲呀，内底拢是粪扫啦，人就歹打理者。比如是我是狗来混，我就配像我棉被啊，无保养的衫，就无即种底啊是啥物件，我毋知是啥物件，尾仔拢无清掉，等伊啊，狗伫遐混。你看这个所在就是人就歹打理的。这个所在这个头头来做，这低调，也。一道墙就对了。上头顶吼有一个看板，这看板差不多一个分头母还是分头母的大小尔。我嘛无物件人咧通话，因为看到我这个所在真是人是歹打入来。伊迄是广，拄分吼，伊就超过100分，伊讲我都无大物件，甲我看。所以我看到啥物件，赶快这个面所先开就，这项嘛是无电话的，这个电话歹去，迄个时阵拢纯囡仔，囡仔嘛无啥会晓玩的，所以拢是行迄个手电仔，还才身躯。我嘛知的，这是阮表兄也是，伊就带个身躯，我本来想要掠身躯啦，是甲我讲吼，哎呀，是莫惊死啦，我出去，我去阿嬷遐说，我讲两斤嘛，另外一个是我阿嬷，伊迄个囡仔，伊讲我伫遮吼，有听到，我看到有人怪声，我来着，伊咧甲我好笑，这做个是讲，伊咧讲出来的话咯，有细人我都伫遐辛苦啦，这是我做实在的所在啊，袂讲讲到，伊讲的时阵，甲迄个手电吼，照伫迄个囡仔迄个门口，倒出牛饼会顶过。伊讲，就是好讲的迄个结构是安尼。伊上细就爱看到迄个几条片片路尔，看伊迄个插头的结构就安尼尔。然后讲吼，伊是讲细句的时阵吼，听到饲遐呀，
看的声音，越来就是迄老片，就是一些狗，有皮有病，无啥方便就对啊。走遐准备困，迄阵冬天寒天天寒，又有囥一寡有啥项物过，狗仔拢毋惊困。但是讲迄怪声音吼，无亲像狗咧行路的声，狗死里骹嘛，人行路声无共。伊甲我怪怪，伊讲紧甲衫穿好，甲裤穿好，裤穿好的时阵，看到头顶迄个拍吼，伊查某人来咧甲讲，面不放啊。哇！迄时我真爱看，伊想要甲我骗。我甲笑，我讲开玩笑，我做认真诶，伊无好笑，伊无嘴笑。伊讲，迄个时阵吼，我家爱感觉，迄差不多高中时阵，我家爱感觉，我感觉伊可能会搞骗。但我也咧想，伊啥物样状况，看到像是啥物样人生状态，伊迄像是，伊做大嘛，迄个脚是大。根本就是一个山头啊，一个山，是生活吼，就该换嘛，所以不要讲行路嘛，行路爱拄过啊，看无啥有，一个阿婆，佫一个迄什物，用要读落去啊，读高职啊，伊对学校无啥物兴趣，迄阵较17、18岁吧，17、18岁一个高中生。伊爱去市里去照顾阿嬷，家己一个生活，我爱照顾伊个照顾。我感觉伊若无啥物奇怪诶代志，感觉嘛讲袂过，就是应该有一寡奇怪诶发生。迄奇怪诶代志发生是，伊安怎对抗伊家己迄个人生诶状况。所以我感觉每日我写册我咧想讲，伊甲我讲这几啊个诶时阵。甲我讲这个故事的时阵是，伊咧讲，我希望知影我，我希望咱人生到底变安怎？我人生加拄一寡奇怪的代志，迄奇怪的代志，无一定是这个查某，是家己人生拄到一寡奇怪的代志，伊可能无法度会。只是我每日咧解构一寡几啊故事，我咧想物件，安怎对可能看到一寡鬼啦，鬼仔骨内底找着较人。那个所在，所以我想讲，我想讲，有没有发现讲在另一个物件啊？迄时我就是来到遮就是老婆，对我来讲来到遮是自由的。但是对阿真来讲，伊就是同我讲照顾因阿嬷、饲米，佮家己的生活，佮去上课。伊若无一寡奇怪代志发生，其他一寡奇怪。所以我在这写东西对伊人都很安。本来我伫聊斋内底吼，读到一个叫李文秀美人颂，一个故事。我最爱读聊斋，我大学时阵我买着一本迄个讲迄个剧动的，迄个专文的，我袂聊斋，我开一下午的时间，家己读点落。读的时阵我感觉有一个像迄个。八卦，即个较早我看《一周刊》，迄个八卦，迄个八卦很走出来。我听讲，伊讲的嘛是，要写聊斋时嘛，就安尼，就是听什么故事，听什么新闻，咱就记落来。我看一篇，伊就讲吼，是叫无经城的，就是做生意的人住伫饭店嘛。客人的就是迄个病吼，就是破一空。讲迄个破空出来时阵，酒杯也很大。无偌大，我是领着迄个客人内底开讲研究啦，我向用即个破空的所在，弄出一条即个水藻的头，伊头即个做水的即个头饰啊，两个有一支手伸出来，手来夹起，讲有一个较大胆的生意人，就去掠查某人手，迄查某人输啊，头甲手无出来，迄阵较大胆的生意人，佮走计价房。遐看是就人，伫遐你甲迄件，走去囝看拢无人，伊讲真奇怪，伊就想要当着即个查某人，要掠即个查某人，
即安怎就叫一个生意人老隔壁，伊搁蹛旁边的房间内底，无偌久真正有等无啊，就讲即个水查某人的头吼，都认出来啊，因为啉酒啊嘛，啉酒醉啊，就讲有唱起大刀啊，唱起大刀，讲对即个查某人的阿妈棍头推，甲头发长吼，回头甲头发换时啊，讲隔壁迄个生意人都无看到。有查某人的身躯，迄个头是通通冒出来看。即个代志我看了了，迄时阵随想着，阮表兄人讲诶，看查某人来面迄件代志，但是我做确定伊无看过原来，迄毋是伊诶设备人话。我感觉我想看较早诶几啊故事。大家有解说讲这是什么预言啊，还讲什么讽刺啊？我到底预言讽刺在哪里？你刚刚看这个故事，我就要想过来。但是我在想阿前个故事的时阵，我就想着我在看伊预言要讽刺，伊比喻怎样？我在看下一人该怎样的？啊，迄故事做个人做私生命的物件，会写入内底。是较大汉了后，我大概四月走嘛，就是伊接因爸的工课，伊爸的工课嘛是较有关系。我会在迄个每一户迄市底因兜的迄个猪仔，要下的时阵吼，爱送去迄个肉品市场拍卖场。这个台湾法律规定啥？台湾规定讲，台湾猪仔袂使家己杀，不能私宰，一定爱上这个肉品市场送拍卖场拍卖，无这一起统一屠宰。做一工课就是爱甲猪仔送去对迄个猪料送去肉品市场。台湾市底仔人吼有一个迷思，迄迷思就感觉讲吼。我若是伫南部的猪仔吼，我送去北部的肉品市场，价钱较好。伫北部的猪条会比送来南部的肉品市场价钱较好。这我就请假啦，不是台湾咧做。所以我常常会去嘉义啊，还是中南部，甲遐个猪条的猪吼，再去北部的肉品市场。上定去是树林遐有一个肉品市场，我常常去遐。有一个传说就是讲，猪条起的所在，伫咧深山人内吼，较无足够的所在，较袂互迄个卫生局吼，去查，较袂去查。所以常常去迄个猪条做的东西无电火的，还是讲迄个路子歹搞的，拢用山内底，常常讲无电火。我有一摆会记你讲，我会使小食，半大。迄个有一摆就是开山路，要去一人猪条，拢无电火，头前迄个开迄个大灯嘛，驶过上过迄个路头顶迄个放射镜，早晚的时候回过，看电话，就有人看到迄个放射镜内底有徛一个查某人，我回过当无去情况哪样？我讲，迄个时阵。车内底话，大陆无讲话，都用标题，哪里有个这么大声？我讲，我迄阵大啊，对伊出去出车，人出车，伊载猪啊。暗时的时阵，我来看暗时的时阵，可能去甲伊载去市场，我就常常去咯。当下好，讲去外来家好，做这个做来代志。我咧想啥代志，就是内所啥代志。头尾讲到即个民华龟仔厝嘛，但是我伫民华龟仔转变，我无看到啥物互我奇怪代志。我讲就是蛮水的，以后奇怪的话吼，建议去哪里讲我一遍。伊也做家己听，讲这是，你有看到迄个树啊，
迄个气根哦，围伫迄个壁头顶，迄个大自然的机关嘛，大自然的奇观，是我讲哇，足水。我想在若是真正有鬼哦，这鬼是爱甲所有的性命拢做迄个灭绝，伊是有诶，但是无呢，无人的所在，这植物啊是讲虫啊、动物啊，人以外的生命拢活倒去。若是人呢，咱人住的所在其实，咱会使承受它，甲咱做伙生活的生命其实是较少的，因为咱会甲所有的这虫啊、甲蛇啊、鸟鼠啊、青蛙啊、病毒、细菌，都来搞。我来啊！我昨天在面说，我摕迄个漂白水，怎么不摆？怎么不来录的？但是我想讲，若是照迄个角度，安尼到底啥是鬼？到底啥是人？是看袂到的鬼，还是鬼仔出意外？来做所有性爱人？这是我定听鬼仔讲，去鬼仔厝，我咧想一下，我话拄着，无感觉我较早生活的所在，真正是有啥物性爱一样，也无啊。讲最后一个，民宿里他讲的，较地道问题。我写这条歌的时阵，有写写口语，较带来念。这是我咧模仿伊咧拜拜时阵，伊遐是甲伊翁婿，民宿里伊翁婿讲的话。翁婿是啥？翁婿是罗宾卿，罗宾卿，伊是礼拜时阵是这个市议员，本身是做迄个牙医。伊甲唐平坡吼跑落去，就是家一伙伫咧嘉义国小头前红青场。迄时我想来写这个故事，我有看一篇报道啦，就是讲几啊讲礼拜几啊讲，我有看林秀仪伊讲看罗宾卿的野灵魂走来，我们拍伫拄仔门口，有听着因到一个迄个水池啊，拍伫水池门口，看了时阵，我感觉哇，这个是真难假，真正有啥代志发生？我就去找资料，我找着迄个张延先教授，迄个时阵采访迄个访谈的即个林秀梅比本人出来讲的记录，口述历史，跟我们这个嘉义以前那个吧，我找着内底迄个报道咧讲的迄个资料有原话，我读了后，那林秀梅。我做个礼拜咧，虽然后代是讲家属，伊拢有讲到鬼魂转来，可能是看到啊无踪影吧，但是拢敢讲鬼魂转来，我骂一个这个时候看迄个看资料、看资料来写有写几个名，比如讲我有听你厝口边的声，有甲我讲，拍伫水底下口，迄个资料。我比较你转来为身体转转好，你把你拖伫咧搞，总我会知影你个转来，讲这个就是迄个时阵，林秀明，罗宾过身了后，有请一个保姆，请一个顾囡仔的人，也是一个11、2岁查某囡仔尔，人讲看到，伊讲看到神仙转来，罗宾转来，伊敢若讲。拢讲家己出来的人，还有一个是，讲咱的妈仔囝吼，我上头看伊，看到阿爸伫帮打大口，帮打迄个蚊帐。这个代志其实毋是李秀妹口述资料内，伊是另外一个叫蔡金觉，伊后生讲的。伊后生头前的访谈拢讲那种，做保守的啦，做保护的，因为对伊妈迄种无啥影响。但是伊本来讲的是啥代志？讲起来讲，伊讲伊看到阿爸转来，
但是伊毋知迄个伤势害怕，因为迄时阵足细汉，尾啊，因为因兜人就是伊母啊拢家食叫爸，所以伊尾啊就是姓蔡，嘛毋知伊爸到底是啥物款，但是知影伊爸挂迄个手表，所以伊讲哦，伊伫北大内底时阵，就看到有一个查某人徛外口打手表，有迄个滴滴答答的声。伊尾啊问伊母啊，较知影因爸就是挂一个手表，伊就感觉迄就是因爸。伊我嘛咧就讲起来讲，迄个时阵因母啊拄家食，伊等于是原本菜家的迄人，以为伊爸面包嘛，伊迄时阵我嘛来讲哦，伊若知伊是我爸爸，外口迄个故事讲爸爸，一定要甲伊个手扭掉的。问讲你想爱离开伊，放阮无爱互做伙生活。我感觉迄无爱互做伙生活是，是讲我即摆爱和别人生活，迄个别人是我原本的爸爸。我感觉伊做者话无讲出来。内底佫有讲到即个哪一个配啊，就是迄阵佫有医师老来，伊内底有讲即个3000箍吼，迄就是有恁去迄时阵要来清啥？伊迄时阵代志就讲，我是惊啊，还是讲，我是毋甘嘛，你想啥个代志？伊写遗书内底写讲吼，伊做来人顺利的，伊咧想讲，厝内的人伫过身了后，命继续生活，所以伊讲，你若有需要时阵，你会使向一个朋友，做者，另外一个朋友我有欠伊钱，你帮我来还。所以伊咧想是，我过身了后，即个家命就继续落去，佮我欠啥物，我欠了啥物零钱，我欠了啥物钱，我帮我来还了。所以我写这样代志，其实种会用这样代志吼，迄时阵伫厝住，大部分拢是讲卖替我办丧事。第一个是迄时代你像文明的想象，因无得较相信讲，平常宗教这样代志，因大部分有时阵是做文明的，而且有点，就是愈靠近现代性吼，迄个民俗想象吼，会有对抗的倾向。迄个时阵，我落来就讲伊可能无办丧事，但尾我哋伊来去会内底，我找一个相片，把一个地盘就是发挥，内底有所有人的相，佮外人的相。咱来想要唱段歌，这是我们较少年时阵迄个相片，算年头嘛。迄个时阵吼，就是林秀美吼，伊兜开银行的，佫有迄个做迄个美丽的卖米粮餐啊，所以伊兜做好料，伊兜有一段时间是家己的送货。迄时阵伊结婚的时阵，公生就会讲，就是罗宾英吼，伊兜算中场小康，无介歹啦，无介好啦，刚刚林秀明兜比起来，就讲罗宾英若去伊家伊兜的迄个客人杂物的迄个房间内底扫扫的，可能佫比伊兜的规家伙的迄个财产偌济，但迄差距有落差。林秀明讲话感觉，第一看罗宾英的时阵，感觉伊。故意小可爽爽，咱们靠出来搞呀，讲无啥人讲话，所以林秀明吼，礼拜迄种真个是较主要，就放迄个在以前都把迄过来变节目诶，这是林秀明个口版迄个主要。伊讲后面迄个会用庆祝哦，甲当天铺无共款，啥无共，因为当天铺的是啥东西？要去做和平寺嘛，你要去家己迄个水上的机场去谈判，就要叫人扣起来，但是罗宾英伊无去水上机场去谈判，伊是要去创啥？伊要去水上机场是要去救
当年报应，因讲迄个时阵知伊向国军啊靠起来，所以想讲，这人是议员啊，这人是嘛无做啥物较暴力的行为嘛，较无的行为嘛，所以伊要起来讲我谈话，请因甲议员放出来，但是讲领导的都要去个报道哦，就去了一台吉普车压走呀，这是也是讲的反馈。什么路边会使去谈话？应该说呢，迄时阵日本时代都结束，我们政府来是讲啥物话较济，可能是北京较济嘛，还是讲有人办的地区的议员，路边是会晓北京话，其他议员无一定晓北京话，伊嘛伫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伫上海啊，还是讲有做一寡较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作，所以甲做工作过。林秀美后来讲哦，伊讲路边知影当年报应去国军啊靠来时，就知影应该代志是大条呀，所以伊叫林秀美哦先紧走，因为伊知影中国哦国民党是无咧来讲道理的，伊该做代志做，所以。迄时阵就讲，伊爱去甲谈判，爱去甲为这家己市的市民，一寡权益伊爱争取就对啊。林秀美刚才是讲的，伊讲知影这人袂当对话啊。伊讲呢，伊讲这是伊做议员，伊的责任，伊工作就在做这，所以伊感觉伊应该去。林秀美就讲哦，伊会去掠去。是因为伊定来乌西，就是毋是了解，国民党的官员定来乌西，路边是议员嘛，伊就会收集遮个证据对吧？讲伊的是遮个国民党的官员对吧？所以太难听啦。伊讲吼，李秀美吼，伊个墓碑头顶写死在历史上，我感觉这是。这有意识，而且迄个行动是足强的，是意图的。伊毋是咱想象讲伊家属就是因翁仔爱厝的像经济支撑，讲红青山了迄个无啥物能动性，无伊足强的。你看伊的资料，台湾讲应该是首富的家族嘛，伊讲伊讲大家迄时候。基本上台湾人会当读着上班的学历啊，你读着迄个即摆嘛是说对个，即个家己的武中，日本时代基本上就台湾人当读到最高学历就家己武中。听讲，我听迄个当年是陈明正一个记者，伊讲听讲林秀美后来都有考到日本的学校，毋知有去读无，真毋知啊。所以其实伊都是迄个时代知识分子啊，所以伊做一直咧做即个代志，嘛有迄个决心讲，若发生这代志，伊爱有啥物代价，有啥物迄个代价了，迄个责任大家应该做清楚的。这是他讲的，我哋明白因为当罗头顶找到迄个相片，因办的即个画会，这个画会内底基本上所有人就是议员迄个所有人可能不到15人，就是几个代表，因为当天科，阁有一个统一，韩国边去，林秀美对，林秀美惊食，就是较少年林秀美，秀有换一个囡仔，迄个上细汉的后生，伊个口房内底定来讲一件代志，伊讲罗桂卿拄红青山时，伊做网红罗桂卿，伊讲想因为到半年时阵。若是囡仔咧哭的时阵，伊会感觉，伊哪会使，路边哪会使家己家一些人放落来，互伊家己照顾囡仔，互伊家己照顾即个家。这样真实的，就是伊无讲啥物足大个历史的事情，伊讲的是我即个家庭里活来啦，我们继续活落去，我们继续甲即个家建起来，另外还有一个啦。谈年波
咱当然会知影迄个单铺迄个营造嘛，啊，台讲咱一个伫后壁甲建起来，啊，因小妹迄时阵嘛讲因感冒翕相，啊，伊拢实在，伊尾来讲有房子后，遮个家族、遮个人、遮个议员，伊拢会知。像迄个摄影师，应该帮我查一个找到，有一个听讲是做伙共款迄个摄影师帮遮个议员翕相一个摄影师，但是真正假毋知，就是有这个讲法对吧？就是用做意识的，你甲迄个身体吸落来，做这样代志。咱想明白的时阵吼，我最近嘛讲一个明白的主题，就是个册顶的时阵讲，迄时阵对于迄个歌开始讲，比如讲第一因外歌是一个当中的这个最高的，对，1992年的时阵，迄时阵写的歌，迄时阵拄改样，第一个有出版，改样，改样咩？这就拄出版。我这意义足重要，对，我若无听过这个歌吼，但没有这个歌，我应该写得出来，艺术面的迄个这条歌，而且迄个口碑、迄个作文的这个形式，其实是较动漫的开放，甲头前来创作动漫的。写这个是头讲台湾有一个功能嘛，功能做比完的代志，我以为找嘛，我是老婆。我对我的家庭来讲吼，我就是家庭的一个一员。我伫迄落读册时阵，读着语文的小部，其实嘛是历史头顶吼，目前是语文，袂讲嘛，袂使讲嘛。这语文吼，我感觉写来不来真正语文物件，变做一个叙事物件。这叙事物件甲我伫北台湾。然后我家己有捌去比，就会背起来。所以这是我写册写歌，咧想安尼看尔。迄个时我读起来口述资料时，我感觉读了有感觉，一个是足艰苦的，读会考，另外是读会想，感觉内底做工作有几啊个，就讲再人会转来，再人也考。我话，种有力感，迄个有力感，我该做一寡啥物代志咯？迄个做一寡啥物代志？我是做创作时阵，做个起点，做个起头的对遐开始。好，出歌，出歌我来Q&A。咱来唱这个《水老板》和《拜相和美术》。水老板。
做我来给大家唱歌嘛。咱老师我来唱一个首歌，咱会来唱一个拜请。好。为什么想拜下去的？我想讲上船风在的，可能是去拜拜之前，可能就喺风在对来讲。 我平常我讲就是不坚强，会把家己的情绪讲出来一个东西，唔免把这个紧张。所以我想讲，伊想甲来采访人讲，再对人讲，我有可能是伊所爱的讲袂听，但是伊讲袂出来，还是讲伊袂使讲出来，讲有影用清楚了后，所以开始改良。 大家拢人会伫厝外夹对，囡仔人欺负，所以讲迄是一个做压抑的一个环境，即个情绪是不能讲出来。所以我过来看迄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当年采访就感觉伊是讲，迄个鬼拢去转，迄个鬼是做爱，但是讲袂出来。所以我就想讲，伊当时讲遮个拜拜时阵，我想讲。 若休假起来，去拜拜时就讲，阿兄啊，我知影你是袂好转来，你家己转来，我有听到你厝外靠远的，你就是讲我是会，做惊人的，你把。
拄仔紧去哭。迄阵我就知影，你是袂搁倒来。我的人仔囝，有时会甲我讲，看到阿爸摕放大外口，迄阵我就知影，你是永远永远袂搁倒来。我毋是古早甲我考试的查某人，你而家是要对我话，三张费用3000块，我嘛惊害，我就万事放下，从来大大细细，下处时拢平安平静。只是我想话咧，咱个当时。少年惊死人，机关请假。阿琴啊，三生四果，你来教人，这个明白，会想。
叫做进步天庭啊！拜谢拜谢拜谢观音菩萨，拜谢拜谢拜谢文殊菩萨，拜谢拜谢拜谢地藏菩萨。拜谢拜谢拜谢三千有长洲，你请众生来保庇啊！道理过关无代志，道理外出有福气。哎呀，你请众生来带路，你看你讲出路，我听是对，道理外出没人比我是进步啊！放下多难题，出来是谁人彼此？我在我的心里，你是我好朋，你是你最多的，但你让我我在这爱我。最后300分，还是不让分配吗？还是小猪有没有讲先？没问题。我家己就是学校的这个想法，可能不爱唱歌啦，都是设计上，就蒙生，一开始我是卡门，后来就是想要开始写歌。真正我感觉这摆我台文我写了了，看一个特别，唔知写啥题目，我答我小猪，小猪就讲解分享。我大学毕业了后较实在，所以小猪也在讲写，你要把写过来。你怎么编曲写东西？他会丢一个 demo 给我，然后他这个。我都 open 了，我都是 open 了。非常有想象力这样，我把它做成一个有主歌副歌，还有吉他 solo 的，要很有想象力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丢给我团员做过，他们做不起来，想象力不够。他们还是那个00后太年轻了。好，我乱讲，不要讲词语，谢谢。主要是啥物乐器，还是讲就是无靠？我有是无靠啊，写歌的时候我就是。你个算乐器吗？我就是家己拢做歹的。我出来是高声啦。我知道。你无带讲。不要真好啦。对。就是讲唱歌较济，迄阵讲唱歌较济，写歌的时候开始摸一款吉他，吉他嘛是真正烂的。有什么签稿给我？
好一个是关于职业歌，因为我迄阵咧听你的唱片，就是听着头前的一段口碑，我就想讲这条应该是比较较，讲较慢的歌，毋过哪会想讲用安尼的内容方式来用这种较。我感觉迄有一种伫外口看日头咧行路咧散步开讲的迄种感觉，毋过咧讲一个介简单的故事，好适合拍这个。其实写这首歌写了时阵，开始咧设定的时候，我想讲跟朋友想爱是较快乐，像我讲是咧弹吉他迄个感觉，就是我想要互一个有反差，迄个反差该做出来。啊，其实小叔嘛开这个时间咧想这个代志。迄时阵我刚刚甲讲吼，我想要，因为是那个基督教的，啊，我就是一般民间信仰嘛。我做迄个炸碟的时候，我做松树的时候，我有听到迄个松树的乐队吼，有大迄个吉他的声，很做听。而且有一个黑色幽默感，而且你会感觉不平淡的。你台湾站演咧，定来感觉就是那是我即摆开始表演，伊即摆开始下腰，即摆开始弹头，那样咧。但是，对我来说反差，不然你想爱有遮物件，伊互人看，嘛是互鬼魂看，嘛希望讲遮仪式、遮动作、遮表演，会甲迄个灵魂牵引去更较好的所在。啊，这是我感觉当台湾人民俗艺术仪式的时阵最有的所在。我想讲这。赞美仪式这个物件，这个是天地的声音，这就是条歌这点啊，这个元素。我白跳哦，你在讲咩？很简单。没有，他一开始说要那个，他有一个那种吉他，我连接到比较像是 Revenge 投机者那种，或者是就附带型那种。吉他对，反正我就做了类似的编曲啊，就是以编曲来说，我们算是蛮丰富的，只是把2个大段做出来，还有就是我们要求做比较多口白，对啊，这个在我们第一张专辑会有比较多这个东西。它编曲上我们不会做太多变化，只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叙述出来，要营造一个空间，这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，对啊，音乐性还好，只是我现在每次弹这首歌都很严肃这样。我带着很严肃的心，对啊，好，说你说。有人的。有一个问题较迄个啦，因为我本身伫中州大学读册，所以拄啊迄个场神农山要唱我迄当阵就住调落，迄场动的路尾正出名。谁要调边啊？我就睡不了。我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我对遐地理小可太了解，所以我问是你拄一直讲着你绕头去内山遐，迄条路我有一遍食酒，对山顶行路，我就行要40-50分钟。你当阵国中你是安怎？我去过，你毋知迄是一条足大足长的行，就是那个斜坡用走的应该30-40分钟以上。你迄当阵是？卡车嘛，卡车。我最爱卡车。我唔叫我细汉时候，因为我其实阮外爸遐，阮内山遐，本来就是阮无人管，是无大人来管，所以阮囝仔最爱去遐。我细汉时阮阿兄讲，我袂离开家己的时阵吼，我读高中的时阵，我就想要遐佚佗，伊就骑卡车载我去，迄驾车做笨的吼。伊徛到迄个家了，开始吐，伤热，伤臭。原来迄个行路就是尾啊道路拓宽，像道路拓宽就是因为大学生嘛，但是迄个行吼，伊就感觉迄个机车拢行生气，就是用出社会台湾人过生气，因为主要道有车轮车，第一个人咖啡，完迄个主干阿土吼，都是来学生，伫遐过生气，但是。县政府甲公司毋知想啥，因为讲我只要甲路拓宽，我会做好回家地，对，毋是迄管理人，所以迄客群就错迄山下去，来迄
迄条无头边的共进来种的啥全错掉，错掉了外口是烂的。我毋知，我看数据应该是错误率无降低啦，但是遐尾仔做烂，我感觉就是毋知想啥，开卡枪。我嘛是中立大学的学生，我要问个问题嘛，甲我相像就是，咱怎去找你政治公司，你找人讲遐个所在，我若是想要去，要安怎找着你写？因为我感觉虽然我住伫附近，毋过你离火烧中国有淡薄距离，嘛感觉足青远的。若是要看你找来写个所在是要安怎去？主要是那个讲的咧，我是讲者小说的小说，这部伊是真的，就是伊内底有做者咱国家入去虚构的部分，但是地景是有啦。即两当嘛带一寡倒啦，就是册内底一寡倒啦。我知可能讲的就是，比如讲，我会对水流买旅游。对旅游行转来非常真，中遐嘛有啥处，嘛遐嘛一寡可能一寡水文是讲即方面农作物迄个介绍，等下到前仔头吼，就来介绍五公庙，你看规正头的发展，边仔迄个当时嘛会用到吼，你嘛会使甲庙伊个讲，因为我是庙的财产，所以你会使入到庙内底。有医疗伊在看规个枕头，看规房个枕头伊个景观，过来就是看迄山区的隧道，当我会经过派出所，迄其实如果是来伊个地址落去啊，伊个住址落去啊，所以伊如果是来就开始伊遐是派出所，阮阿公叫遐是衙门，讲遐衙门遐多代理伊嘛有种迄山区是地地啦，头无讲过就是，迄山区吼，迄上重点段嘛，重点段，咱读册上读着。我讲伊就叫去加入重点段，去开路进山区。讲你若无去吼，你就叫伊代理，叫伊衙门，跪伫因个衙门头前吼，伊个地个本人讲伊后腿，那个是骗人，叫讲过。这是我可能带到人上个带个行个所在，但是做对就去迄个民雄鬼屋，谢谢。后边迄个，即嘛，拄顺即个迄个小说的问题啊，因为我有听你的歌嘛吼，感动我即嘛有伫迄高中咧教台语，我原来是迄小说是记得老师写的，我无迄写小说的经验嘛，因为迄小说我铺路的是得迄金典奖嘛，迄是算是台湾的奥斯卡奖呢，迄小说。我要请问你是有受过学院的训练写文章写小说，还是讲你是天才？你家己都写得奖，还是安怎？第二个问题是讲有可能，因为我拄有头问迄个婉玲嘛，伊讲你咧演讲费真。原来不止啊悬吼，因为你出名人嘛吼。我想讲，若有机会要请你去高中演讲，到时敢有可能安尼吼？两个问题都写你哦。以前在做过以前在，我大学就是读东华的高中系，其实是做台湾现代舞蹈，相对来说，我一个创业者，就是讲遐核心的创作的台湾会做讨论，所以我遐是创作的这个习惯是足强的。过来是我即摆过去读研究所，我是师大读大研究所，共款我选的这个方向嘛是较无较相关。因为我有一组老师是迄个李信老师，李立新，伊嘛是文学甲音乐，对我讲迄是一直咧学的物件，所以我不一定啥物件爱学伊训练出来，但是学伊训练有一个系统，迄个系统是较有一个方法。比如讲我找做者资料，做者文献的，迄物件其实是学院内底，做者先摆做者老师，伊是安尼去学出来，我就照迄个模式去找着安怎找着资料，找着文献，安怎整理遮个资料，只是我较有系统物件。但是创作我伊是
无一定有一个讲啊，我创造一定的着重，啊，创造会较好，较歹用安尼去进入。另外一个是，我嘛会使去高中演讲嘛，就是我演讲就是今日我会使，其他时间会使吼，我就是拢方便，嘿，啊，阮迄个甲团吼有迄个 email， 欢迎联络，谢谢。是不是够一个？我就来讲好啊。我头一摆拄着恁的时阵是伫2003年前，共生音乐节。迄时阵我伫听你的音乐时阵，甲我做伙去的阿姐有一寡敏感的体质。伊讲恁咧唱的时阵是有一个无形的物件，敢若有我。拄有一摆伫大稻埕附近的书店，因为有伫遐唱歌，啊嘛共款，我嘛有感觉有一寡物件。啊，请问伊咧录音的时阵，敢有一寡，也是咧演唱的时阵，敢有一寡较无法度解说的代志？有啊，所以啊。其实我大家拢安尼就是，比如讲较注重的吼，较大家的话，大家拄着啊，大家拄着咧唱年的时候，也是讲唱出真的时候，因为出真我唱到尾我迄个甲迄个一个暗号，把另外目睭嘛。我咧模仿这关位，啊，特别有起风，对，平常时模仿啊唱的时候，会放个口起来，啊，有时阵是迄个器材会歹去，我有拄过迄个音响嘛，音响烧去的，也是迄个暗部吼，暗部烧去的，我贝斯手甲冷掉了，2颗还3颗暗部烧歹去，是我要这个大东西烧。但是人我平安啦，我即摆都无人出过啥代志啊？唯一有诶就是拍的时阵，拍水流拍的时阵，水流拍的时阵，我感觉是贝斯，感觉是后卫。啊，伊就向我伫迄个一间音乐咧拍，叫北公庙，他嘛是音信，他不是迄个客家人，迄个北公庙多讲。啊，伊就拍伊就开始讲无啥爽快。头开始变，啊，开始发烧，这个另外就是迄个烧落向我行出来，我送去迄个婚姻迄个大迄个，先说舞会嘛，哦，婚姻，送去分月呀，啊，我一开始我是先送迄个边仔金手就讲，因为流刷吧，流刷规个退烧药开始，啊，摕袂落来。我开始摕也袂来打，我送去台港回来，啊送去了，伊先问讲，OK，无啥先做歌，啊毋知要安怎先调一个叫人好，大人好啦，真的是做啊讲，佢如果唔感觉佢遐有缘故，啊就无代志啦，就佢就来来拍咧，做时我拄是人迄个礼拜吼。做时阵，唱的民俗嘛是做阵像大家，迄个情绪都怪的时阵吼，我大部分迄时阵拢会去吼，基本我行过讲吼，我同迄个美心老师演出，我伫迄个台南迄个传艺戏院，迄嘛是老屁片嘛，遐演出，嘛是有人讲吼，有看到，较早先拜坐伫迄个天年的。后面因为暗嘛，伊就讲吼，大家听后来，伊倒出面后边，我咧考咧错字，我咧唱时阵，啊，结束的时阵听伊讲无啦，马上考下解说啦，迄声音的版色，时间差不多，时间差不多来，咱都会先来分享。